你喙焦的时，较爱啉啥物？为啥物？我喙焦的时，较爱啉滚水、茶米茶，也是果汁。其中，我上爱啉滚水。有人讲滚水白正无味，毋过我感觉上单纯、上赞。水四界拢有结束，盘仔内底若炸一支茶果，喙焦就通找饮水机入水啉。阁因为我教册甲兴趣的工课，定定爱用到蓝喉，拿落那小的滚水，半小冷啊，半小冷上拄好。因为有滚水润喉，到呾我的声音阁保持甲袂歹。我嘛会啉茶米茶，伊无啥方便，阁淡薄仔贵，上幸毋过无逐工啉。我介意迄款苦甘顺喉的滋味。啉着高山茶米，人随飞去关山千五米，规个人会互大自然的美景靠入去。我嘛真爱啉果汁，因为我是果子国的，食饭饱，规盘的果子照常甲推落去，才会感觉五脏六腑有平衡。有当时啊，无用规工，无食着果子，阁会少年呢。所以我定定点果汁来啉。毋过，听健康专家讲，果汁拢糖较济，嘛警告讲，我即款定定拍电脑坐有过久的，爱准则好势。酸味的果汁会外胃溢赤酸，我惊无打动啊，会变成老气的火烧心，只好改咧较规气。所以这改加剩滚水甲茶米茶啦。单纯的滚水，啉久嘛甘甜，自然方便上欢喜。若要体会人生的苦甘仔甜，当然嘛是啉茶米。看心情甲环境啦，我两项拢介意。